今麦入境人拢爱居家检疫，目前的人数已经超过46000人。目前的北中南的防疫旅馆拢无够这个房间，为了鼓励更加侪这个旅馆业者加入，指挥中心表示讲，为4月7到6月30会补助提供居家检疫者去住的合法的防疫旅馆，每一间房间每一天补助1000块，未来希望讲会使提供到1万间的房间这个量能。 防疫旅馆内面的设备拢齐全，也有准备酒精甲杜尖。专属的防务人员挂好手套、护目镜、送餐、收本数，避免甲居家检疫的人客直接接触。不过，像安尼防疫旅馆的无多，为了鼓励更加侪业者加入，即马要提供补助。那每人每日他补助旅宿业者1000元。 对4月7开始实施到6月底，中央疫情指挥中心讲，希望会当提升防疫旅馆民宿的量能。来看这北中南目前防疫旅馆的介绍，台北是5000到7500，新北市2000到2500，桃园2000到3000，台中2000到2500，台南市1000到1500，高雄市1000到2000。这款介绍就是要居家检疫的民众会当安心就爱住。 目前应该已经有2000多房，已经是打算有这个意愿要来加入。在指挥官之前有提到，希望可以破万房。即马只要一间一律居家检疫，为着要予民众一个适合的空间，降低社区感染的风险，中央呼吁旅馆、民宿业者加入防疫行列，共同尽一分的心力。